这都大半个月，陈宇怎么还不来？我怕做吐了。小声点，别被发现了。你说他这么沉不住气，你叫他过来干嘛？哎，我一打起来，他可以誓死保护小鹿。不愧是侦探社社长，明察秋毫，懂我。电影据说评分可高了。哎，嘘，太远太远。好呀，可是我今天还有别的事情，要不我们改天吧？哦，没关系，那就等到下次有时间了，我们一起再去吧。不好意思啊，你等很久了吧？没关系。这天陪我爸到处玩，没有时间陪你，你没有生气吧？我怎么会生气呢？来，看看喝点什么。小鹿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他不会是舍不得分手吧？你再等等，再等等。好像也没什么想喝的。你还是喝一点吧，一会儿能压压惊。怎么了？你不是说不生气的吗？你也知道我不怎么会哄女朋友的。所以你是说我是你女朋友？说什么傻话呢？你当然是我女朋友啊！你怎么在这儿？陈宇，我从来没有想过你是这样的人。我们分手吧，看看，现在每碰我一下我都觉得恶心。谢谢。哇，小鹿说的没错，他用不着我们。太帅了！我喜欢的女孩。小鹿，你这样搞有意思吗？我觉得特别有意思。是你先跟我告白的，我没有强迫你吧？所以呢？到我这里都不值钱，这道理你不懂吗？我是不懂，但你这种人，我也没什么想懂的。玩不起就别玩，装什么装？谁说我和你是玩的？怎么？你认真，我就要奉陪吗？你知道那些羽毛球社女孩在背后怎么说你的吗？需要我跟你说一遍吗？说什么呢？跟小鹿道歉。道歉！我说错了吗？让你道歉！我告诉你，信不信我直接废了你？心想，走吧，求你。你们干什么？替姐妹出气，微微。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，换一个，换一个。喂，这样你欺负小鹿？不好意思啊。离小鹿远一点，远一点。